全台湾海拔上悬的合欢派出所，常常拢有外国游客需要斗相共哦。为着要沟通，合欢所的所长是真拍拼去学英文，嘛协助过真侪游客就医等问题哦。最近这个所长特别退休了，都有2个来自瑞士的翁仔某，伊是真感谢所长的帮助。连续侪天的低温是啥真侪民众去合欢山看雪，不过若拄到高山症的人，临时需要就医，伫山顶是无啥病院，警察就要随时伫遮协助民众去互医生看，而且不时还会拄到有人飙车，或者是有外国人需要斗相共，百款的情形拢是咧考验警察应变的能力。这是舒缓药啊，要马上下山。Did your son have? Yes. I meet you, your friend, Ulin. Oh, okay. How far? How far? 5 kilometers you can get there. Come on. 合欢所是全台湾海拔上悬的派出所，所长李小平伫遮服务已经要8年啊。为着服务外国人，伊家己学英语，伫退休进前出动救援的任务。有一对瑞士籍的翁仔某，因为路袂通，掉伫山顶，除了甲因救落来，还阁安排因住眠，互因感觉真甘心。我会讲一些简易的英文啊，跟他们沟通。假如比较不太能够沟通的话，我会用电脑去，或是用监视器跟他们沟通。从哪个路或到哪个路段，你就可以通行或放行。即马到底要退休啊，李所长希望当然会让以服务为快乐之本，继续伫山顶提供服务。嘛，好有游客去山顶进前，都要注意家己的身体，甲检查车的情形。出门进前会当先查路人的消息，才会当快乐出门，平安回来厝里。公视新闻花莲报道。